據懲教署以及公開報道嘅數字，2025年懲教署收納嘅人次大概係19000人次左右，包括定罪、還押、羈留嘅人。而2025年平均每一日香港還押嘅人口高達4200人左右。所以今條片想講下零食方面，大家可以俾還押人士嘅嘢。零食都係品牌容量款式大小規格缺一不可，每個星期可以入嘉頓香葱餅乾200盒。然後就係華苑牌嘅豬肉脯或者係牛肉乾2包，華苑牌嘅魚皮花生94克2包，金龜嘜魷魚絲7盒裝2包。而每一日探訪嘅人亦都可以入哈瑞寶金紅 Q 軟糖80克2包，或者 M&M 朱古力37克5包。而糖果同埋朱古力必須係2選1，唔可以同時入。如果你係選擇朱古力的話，就建議係清一色、黑色或者係黃色，因為部分監獄係不能夠混色去入朱古力嘅。最後就係每個月可以入16包或者15包華爾夫美國牌子嘅香煙，必須要呢一個牌子。我係貨朗齊 Ronald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